你会不会觉得 it's very comfortable to take a walk？ 有啦，在这个有点凉凉的天气哦，慢慢散步懂熟诵。真的，尤其是你看，我们眼前就是历史哎。这个教堂啊是3一堂，它被票选是全美最漂亮的教堂，而且是最有人气的10大教堂之一耶。你看起来很有历史的感觉，跟旁边建筑完全是不同年代风格的。而且它的建筑特色像是粗石啊这些，就很快的被美国其他的教堂要新建的时候就学它的风格。很漂亮哎，还有这边也是哎，看到鸦片哎。这个建筑看起来是很有年代感哦。你聪明哦！它其实是美国呢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。最古老，青肉，这么老，第一间哦。对啊，哇，好乖啊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，take a walk， 慢慢走，慢慢 walk，感觉起来就走在历史里面，感受一下气氛，对不对？不管这边一定要转圈圈。第二，慢慢散步，懂熟诵。好。It's very comfortable to take a walk。慢慢散步。哇，在桥上哦，慢慢散步，懂熟诵。真的，而且还伴着夕阳。It's very comfortable to take a walk。对吧？这边可以感受到那种很重的生活感。你看很多人在跑步啊，跑来跑去的，然后散步，这种夕阳中真的很舒服。真的，而且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现在啊，在这个城市里面 walk， 这可是一个大学城。你看，那边还有人划船呢。真的啊，你知道吗？沿着这条查尔斯河啊，其实有很多著名的大学，所以在这边呢 ，take a walk， 不知道可不可以增添一点文艺气息呢？那我觉得。可能要走多一点，那我用跑的好了。没了，慢慢。我跑。慢慢散步哦，懂熟诵。散步完以后吃一点点心更舒服。真的 ，after taking a walk， 这样子吃一点冰淇淋，好棒哦！就像 it's very comfortable to take a walk 一样 ，it's very comfortable to have such delicious ice cream。走啦！哇 ，BRB 哦，慢慢散步，懂熟诵哦。我们参观了科普利广场、3一教堂，还有波士顿公园。It's very comfortable to take a walk。